爷爷给门。好，拿。还给。拿。你的羊吃的太香了，大西。因为人家他们太高兴了，是不是爷爷？啊，对。这大爷快放鸽子。呀，对。呀。快点杀，你饿了哎！好，抬起来。孩子，我要更多的。这里可以了吗，爷爷？好。哎。爷爷，怎么样？啊，你可以。大爷说去吃饭。大爷，快去找个柴火。好。孩子，我也帮忙。来，爷爷。没事，爷爷能吃就行。去。快加个火。好。火怎么样？火可以。来，爷爷吃饭吧，今天做有点晚。啊，没事，孩子。大爷你也吃，今天你太辛苦了。好。来，爷爷吃饱吧。大爷吃饱没有？饱了。那就快去洗碗吧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对。哎呀，你们要睡觉吗你？